其实我今天心情非常激动，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啊，还有我的娘啊子，你们知道吗？还有我亲爱的球球，还有我的老领导徐萍还没到场，他有点不舒服，他说稍微迟一点。还有从苏州赶来的2位朋友，他们还没到场啊。首先感谢大家，我也祝大家就是健康快乐每一天。谢谢你们。讲个口似的。我们今天也艺术人生一下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我们知道啊，王老师呢从艺很早，您几年从艺的？20多年了吧？20多年啦！哎呦，这个看不出来啊，老艺术家吧？看不出来吧？老艺术家。那么我想问一下，那就是说，我听说王老师从艺多年以来了，从事了非常多的行当，这个呢也是一般我们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点啊，王老师比较有特色的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采访您一下，您一共从事了多少个行当？反正，在戏校学的是小生，3年学的小生，然后偶然的一次机会，尝试一下去拍老生，当拍老生也尝试了一下，然后进了越剧院以后吧，反正都差。大胆说什么？说出来，大胆说出来。小生、中生都。你要是说我是中产，就这个中生呢，我上海话是说不大好听，对吧？就是说的是那个，他说的中生就是不老也不年轻的那种，但黑胡子的那种，就是中年的出身嘛，对吧？比如说李斯啊、贾政啊这种之类的，就是偏年轻一点，但也不是小伙子，爸爸那个角色吧，就是啊，我也是这个相对比较多一点啊。那么王老师演了这么多的行当，这么多人物，最喜欢的是哪个人物？其实你要我说最喜欢的，其实我对每一个人物都有感情，都很喜欢，因为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有闪光点。那我们就请王老师回忆一下，您从艺这么多年，一共演过多少个人物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大家也这么想，对吧？那这个最不清了，真的。但是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少没有演过，好像书童没有演过，其他都演过。啊，妈妈、爸爸、儿子啊，比较有特色的哪些人物？比较有特色的，总有特色的就是反串比较有特色的。谁呀？我本身多的，最重点是王兰英，对不对？还有著名的是岳母。王老师在这个王兰英漂不漂亮啊？漂亮，但是我跳的还可以，对不对？那体育怎么样？王兰英我怎么看着还是有点像小生，尤其是这个嘴巴。说到这个王兰英，我们排练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嘛，这个咱们这个排出来了吧，然后一个花旦出来是王丈不知道呀，是嗲嗲的小姑子出来，我不是的，小孩出来了，他们底下冲一下，趴到那边讲，说黄慧你演的是谁呀？我说王兰英啊，王兰英不是为什么这么大呀？我习惯了，这个就是蛮多的啊。那么黄老师演了这么多的行当，这么多的流派，哪个人物你演的最多？你最喜欢的，对，最喜欢的。除了您的小生之外啊，在您反串的众多行当中，您最喜欢的哪个人物演的最多的有哪些？就只有2个字反串的呀。客串的客串的，对，他的对吧？我蛮喜欢那个打金之后郭艾，郭艾对吧？大家看过没有？郭艾介绍的这种，正客串的，他看郭艾的时候，还有呢？我回答不出来了。他演的最多的客串的人物有哪位？最多是哪个？客串的最多的是哪里？有具体一下吧。我们大家知不知道看的最多的王老师客串的他这个
这句就是在家里什么什么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会疲惫寻家，在外的不保天又遭殃。拿起棍子往爷家里真不真？你但管引得他吃不到，小奴才你不提祖宗真皇才，叫不进我天来呐。说这一场戏呢是宝玉挨了一次打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挨的打还不轻，对吧？非常非常的严重，可以说啊，皮开肉绽啊，半个月没起来是吧？可以说我们黄慧老师对这个家庭道理非常有经验。他还是亲自打，不是黄老师，这他们动手打不是的呀，不是黄老师是假的。点个假。这个我们要瞪大眼睛看。哎，这好像也是黄老师吧？认识。这谁呀？谁呀？我们都看出来了是吧？是谁呀？知道是黄老师的拍拍手吧？我知道，这个是齐官和贾宝玉的两个人，就是互赠探亲的这一场戏，对吧？好，那么我们中出哪段？假的吗？假的还大吗？你们有要求的吗？因为我这个假的还大，我告诉你。让我去考出来，我试试看啊。什么派？没有，老师派，徐明老师的派。我有人有的。来，我去看。哎呦，啥派的这个是？草原你作为主，草原的烈水光，你不到出院保健皆要问，你姐姐叫们姐姐们上，哎呀，你们害我呀！口谈你谁卷苍原举不长，长长岁岁偏一把，只怕是将来只有到今场，百里谈来都不忘。贾宝玉在这里的话，肯定是欢呼雀跃啊！好，我们非常感谢这个王老师精彩的演唱，还有我们主持做精彩的改编啊。那么徐老师啊，我们现在先请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这位老领导、老同事、老同学、老朋友、老姐妹吧。然后你比我还小嘞。对呀，我很小的，我老面啊。我28，他26。真的非常高兴，老师真的很过去。非常高兴看到那么多朋友，肯定是都跟黄慧是非常铁哥们的啊，铁杆。然后今天呢，因为有点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来晚了啊。首先跟黄慧是抱歉的啊。但是我想今天这么这个高兴的日子，我肯定要到的。看到那么多朋友为他过生日，说是个生日，又是一个朋友的聚会啊，非常开心啊。那首先我想说的是，我跟黄慧是同学，也是可以说最好的朋友之一啊。那么我也非常了解黄慧，黄慧呢在艺术上面非常的那个执着，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。大家也看到了，她这次西园记，我那天也在台下看，跟子晴多的真的很从外地赶回来唱，真的是这样，我很感动，我
只能说太棒了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真的是的，因为他真的是接到这个任务以后，我知道他，我只要跟他联系什么事的时候，总会听到他在练唱啊，或者看录像啊，真的是啊。我这个同学，你这个爆料，我真的也没什么可爆的，就是爆料吧，也就是知道。他以前总会纠结，他比较气愤，老是让他演老生啊，假生啊，很愤怒。其实他演的很好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现在说他是全能的啊，又唱徐派，又唱陆派，他饭派唱的也很好。你待会让他唱到饭派。你是不是？他这个还有花旦唱的也很好，原派唱的也很棒，对吧？真的是这样的，不是可怕啊。应该大家也知道，跟他好朋友又是铁杆粉丝的话，肯定很了解他。子平也是啊，我们都知道他。他不觉唱得好，对吧？什么都好，他反正真的是那个一个艺术人才啊！啊，那在这里呢，我首先今天要祝愿他生日快乐啊！那首先要身体健康，希望他健健康康的，生活的快快乐乐的。然后呢，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好，越走越远，是平时说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他这次跨那个流派啊，徐派真的是唱得很棒。那天我看到了满场的观众啊，对他也是一种非常的肯定。不管是专家来看也好，我们的老师们也好，对他真的是非常的满意。在这里，因为我以前在跟他是一个同事，在记得接戏院机的时候，我也是参与的，是我绝对推荐我们黄辉的。那么领导也非常满意对他，所以祝贺他，再一次祝贺他。这个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心到往为真的满目春风啊！哎呦，都是亮点，这个都是把大家都是永远是吧？我们都演员，我觉得今天这么多朋友，我想都是来自四面八方，特意赶来为黄大官人那个过生日。其实大家其实通过这样的聚会，真的叙旧。难得和大家见上一面，说实在这几年这样的活动我也是很少参加。那么今天呢，借黄辉这样的聚会呢，一个呢要替他谢谢大家今天到位的每一位朋友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们真感谢。刚才说爆料，其实也没什么好爆的，我觉得他这个人活得蛮真实的。黄辉呢，生活当中确实是一个蛮有情分的人，这一点呢，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女人来说，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发现特别是近几年，黄辉的在演艺事业上突飞猛进，是不是还不错？这个演的那个新的老的一些从旧风情开始啊，最初开始可能就跨越角色，跨越流派。他每走的一步都走得很艰辛，我真是觉得非常不容易，因为常常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也真的觉得大家看到的是他一个非常成功的一面，但是他背地里所发出的心血，真的是台下10年功，台上9番功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都要为他喝彩。我觉得黄辉，我说他是一个基优股，他现在不得了了，老动听通腔。而且他任劳任怨，这一点黄辉身上他有很多美德，所以我觉得不管在台上还是台下，我都认可这个王大官人，真的，我有这个在认可黄辉这样的人品的基础上，他认可他台上这种非常现在风流倜傥演的每个角色，以至于他演的那个贾政什么的，我也很欣赏的呀，对不对？尽管会是欣赏就是，我觉得黄辉啊，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。他现在是演艺和我一样都是巅峰状态，所以我们有很多梦想。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位朋友继续支持黄大官人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，谢谢。我就把这讲嘞，原来俺的领导、老领导还有位王小姐，别把我讲光嘞。我每次讲王位是交心的最要好的同事啊，是朋友，对吧？今朝来，在座诸位啊，交心的。
那来事业高头越来越好，讲普通话对吧？啊，你的普通话很普，我的普通话也很普通的，你也很普通，讲几句。啊，那我接这个机会啊，反正都是我想今天来的肯定都是那个黄辉的好朋友啊，应该是要不就是非常迷你的，要不就是跟你很铁的那个朋友。啊，那我因为原来在工作团啊，因为也是老同学，那他经常叫我领导，真是也客气啊，包括子平也是啊，我们都是相处的蛮好的，其实就是姐妹。然后我在这里趁这个机会，我真的非常感谢啊，感谢黄慧一直以来对我工作上非常支持，她真的是非常支持我的工作，不管怎么样，在就是说她其实有时候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下，她都非常的支持，包括今天也是啊，今天晚上我们几个都是一个团出来的，我真的现在到一团去了，我真的有点不舍得他们也同样有这种感觉。那借此机会啊，真的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三位姐妹。我是感谢，要不自己爆个料吧？不是，我不是爆料，我感谢我们领导是好几年，领导做了7、8年的领导做下来，一直对我很爱护，所以说也给了我很多机会。当然我也很佩服他的工作。然后志平吧，他其实我们在谈夫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真的什么都不是，也是演戏演的比较少，特别是小生戏演的比较少，他不厌其烦的一直陪我拍。真的是我这点非常感激，包括这个西园戏，西园戏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，这个新戏，这是跨流派的戏，他了解我，他觉得我很不容易能接下这个任务，所以他毫无怨言的一直陪我拍，真的毫无怨言，他们推掉很多事情，为我学习，所以这是一个教主，他每次都很认真的帮我改正，他说你这个可不可以？你觉得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可以再谈，就这样，大家都不厌其烦的在为我，在帮我，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激，感激的话都语无伦次，就是感激，除了感激就是感激，谢谢。我们说不满足你啊，王老师今天有这样的成果，包括大家呢对王老师有能够看到他这么多的作品，我相信也是离不开我们上海越剧院的演员、同事，还有他的领导的支持。那我们在座的各位呢，无以为报，我们就报以我们热烈的喝彩和掌声吧。谢谢。我看到的男人菜一点，对吧？家里凶手，小兄弟，这是我们兄弟。谢谢你，人很好，很漂亮，谢谢各位老师啊，谢谢。我王志平老师，这不是节目好吧？换一个节目什么的。这个节目是我们最想看的，对不对啊？没关系的，王老师肯定是酝酿一下，我们酝酿的没有忘了，得跟他发信，发微博的时候是调侃的吧？对。有的时候光有肉，这种情绪。我不知道，我感觉这是很假的嘞。你这种我找的地方，我叫，听好啊！哎呦，娘啊！米出来的呢，反应有没反应的呀？可能是我肯定就把他不了别的，他一直讲我活在了一直都不要。这个王老师好像刚才我们这位小姑娘已经播出去了，对吧？但是为了我们这位小姑娘，我刚刚讲了没错呀，那这个还要再来一次。对，你刚刚才是黄老师，他说叫再来一遍，关我的事啊！弹幕里面叫弹幕里面的叫啊？那弹幕里面没有啊嘛？有。比太难了。你们家叫我来再叫一次，我要พูดกันเลย
也是反串一下。黄老师他这个小生在台下是很嗲的，那属于你上台是嗲是吧？哎，嗲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不说了，换一下，我们就是说了，他演贾宝玉，我演林妹妹，可以 ，OK。演小生我就来请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个青云高层对呀，我妹草莽神经乱，恰牛嘞问他心情的走绿，眼睛有时花早睡，银童好比不飞，眉上眼珠上修饰，身影相貌龙。激动，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啊，还有我的娘啊子，你们知道吗？还有我亲爱的熊熊，还有我的老领导徐平还没到场，他有点不舒服，他说稍微迟一点。
还有从苏州赶来的2位朋友，他们还没到场啊。首先感谢大家，我也祝大家就是健康快乐每一天。谢谢你们。讲个口字的。我们今天也艺术人生一下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我们知道啊，王老师呢从艺很早，您几年从艺的？20多年了吧？20多年啦！哎呦，这个看不出来啊，老艺术家吧？看不出来吧？老艺术家了。那么我想问一下，那就说，我听说王老师从艺多年以来了，从事了非常多的行当，这个呢也是一般我们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点啊，王老师比较有特色的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采访一下，您一共从事了多少个行当？反正，在戏校学的是小生，3年学的小生，然后偶然的一次机会，尝试一下徐派老生、当派老生也尝试了一下，然后进了越剧院以后吧，反正都唱，大胆说什么呢？说不出来，大胆说出来，小生、中生都唱。你要是说我是中唱，就这个中生呢，我上海话是说不大好听，对吧？就是说的是那个，他说的中生就是不老也不年轻的那种，但黑胡子的那种，就是中年的出身嘛，对吧？比如说李斯啊、贾珍啊这种之类的，就是偏年轻一点，但也不是小伙子，爸爸类的角色吧，就是啊，我演这个相对比较多一点啊。那么黄老师演了这么多的行当，这么多人物，最喜欢的是哪个人物？其实你要我说最喜欢的，其实我对每个人物都有感情，都很喜欢，因为每个人物身上都有闪光点。那我们就请王老师回忆一下，您知道吗？我28，他26。真的非常高兴，老师真的很风趣，非常高兴看到那么多朋友，肯定是都跟黄慧是非常铁哥们的啊，铁妹。然后今天呢，因为有点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来晚了啊。首先跟黄慧是抱歉的啊。但是我想今天那么一个高兴的日子，我肯定要到的。看到那么多朋友为他过生日，也是个生日，又是一个聚会啊，非常开心啊。那首先我想说的是，我跟黄慧是同学，也是可以说是最好的朋友之一啊。那么我也非常了解黄慧，黄慧呢在艺术上面非常的那个执着。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，大家也看到了，他这是西园戏，我那天也在台上看，跟子平说的，不是真的被从外地赶回来唱，真的是这样，我很感动，我觉得他真的，我看上去，哎呀，真是太棒了，只能说太棒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真的是的。因为他真的是接到这个任务以后，我知道他，我只要跟他联系什么事的时候，总会听到他在练唱啊，或者看录像啊，真的是啊。我这个同学，你这个爆料，我真的也没什么可爆的，就是也就是知道，他以前总会纠结，他比较气愤，老是让他演老生啊，假生啊，很愤怒。其实他演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现在说他是全能的啊，又唱徐派，又唱陆派，他饭派唱的也很好。你待会让他唱饭派，你是不是？反正还有花派唱的也很好，原派唱的也很棒，对吧？真的是这样的，不是可怕啊。应该大家也知道，跟他好朋友又是铁杆粉丝的话，肯定很了解他。子平也是啊，我们都知道他。他不觉唱得好，对吧？什么都好，他反正真的是那个一个艺术人才啊！那在这里呢，我首先今天要祝愿他生日快乐啊！那首先要身体健康，希望他健健康康的，生活的快快乐乐的。然后呢，在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好，越走越远，这是平时说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他这次跨那个流派啊，徐派真的是唱得很棒。那天我看到了满场的观众啊，对他也是一种。从艺这么多年，一共演过多少个人物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们大家也都很想知道，对吧？但是最不幸的真的，但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少没有演过，好像书童没有演过，其他都演过。啊，妈妈、爸爸、儿子啊，比较有特色的哪些人物？比较有特色的，首先有特色的这个反串比较有特色。
这个排出来吧，然后一个花旦出来是王正不知道呀，是嗲嗲的小兔子出来，我不是的，小生花出来了，他们底下冲一下，趴到那边去，说黄慧你演的是谁呀？我说王兰英啊，王兰英不是为什么这么大呀？哦，习惯了，真的是还蛮多的啊。生活黄老师演了这么多的行当，这么多的流派，哪个人物你演的最多？哎，你最喜欢的，哎，对，最喜欢的。除了你的小生之外啊，在你反串的众多行当中，哎，你最喜欢的哪个人物演的最多的有哪些？就只有2次反串这样。啊，客串的啊，客串的，对，他的对吧？我本来喜欢那个打金之梦国外，国外对吧？大家看过没有？国外上海那个，跟客串的，他反过来的时候，还有呢？我没准备，我回答不出来了。他演的最多的客串的人物有哪位？最多的哪个？啊，客串的最多的是哪里？有去提示一下吧。我们大家知不知道看的最多的王老师客串的他这个假爹，假爹，啊，假爹，是假爹，我们看的最多的客串人物就是这一位了吧？对吧？这我就想问一下，娘子就是我的外孙女了。哎，娘子，你又是我的外孙女，对不对？雅上雅上，我们全就是我们家的童儿，好不好？好吧，这样设计真是厚道一点啊。开玩笑啊，今天很轻松啊。就那4句就是在家里是不是？你的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会疲惫心焦，在外边不保天又造谣，那只管是王爷家的真不真？你但管引得他测不到，小奴才你不提祖宗真皇才，将不至于我天来闹。说这一场戏呢是宝玉挨了一次打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挨的打还不轻，对吧？非常非常的严重，可以说啊，皮开肉绽啊，半个月没起来，是吧？可以说我们王慧老师对这个家庭暴力非常有经验。他还是亲自打，不是黄老师，亲自动手打，不是的呀，不是黄老师，是假的。脸的假。这个我们要瞪大眼睛看。哎，这好像也是黄老师吧？是谁呀？谁呀？我们都看出来了是吧？是谁呀？知道是黄老师的拍拍手吧？我知道，这个是齐官和贾宝玉的2个人就是互赠探亲的这一场戏，对吧？好，那么我们中出哪段？假设吗？对。你有要求的吗？以后比假设还大，我告诉你。别让我去考是吧？我试试看啊。什么派？没有。老徐派。徐明老师派。我有没有的？买有啊，我去看。哎呦，咋快点这个是？汤圆你作为主，汤圆的脸谁光？不到出院保健皆要问，你姐姐叫门
师啊，我们现在先请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这位老领导、老同事、老同学。